瓦迪卡，你想要做什么形状吗 ？We have America, Korea, Japan and 法郎。痛吗？真的吗？这会很痛，You OK 吗？真的很痛吗 ？Really? Are you seeing someone? 他们说经历过最疼的事儿，这恢复过程当中啊，就能忘掉过去的。多疼 ！You, I'll be fine 啊。轻点！哎呦，哎呦，来妍妍，哎呦，谁啊？有些事情我还是想当面和你说清楚。我跟宁远吧，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他账户上少了9万。哎，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剩下的话我帮你说了吧。宁远呢，除了是我前男友以外呢，他还是我最信赖的人，所以借钱这事儿吧，我只跟宁远说了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们的事早就翻篇了。我相信你，也谢谢你和我说这些。行吧，我们还不是朋友，我就不请你进来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是想说一句，癌症不是小事儿，你还是尽快去医院接受治疗吧，别耽误了。你帮我把门关上吧。那你多保重，注意身体啊。哎，慢走啊，多吃点水果。好，出门别撞车啊。哎，教叔啊，打不开了。啊！啊！就这么简单，我让你提就行。好了好了，谢谢。榴莲不在家。哎，哎呦，这不在家吗？这不。哎，能不能有点隐私了？谢谢张叔。不至于这么热吧？欲火焚身，你不懂。哎呀，我今天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累。哎，我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。不吃了，没有爱情的人生，索然无味。我买了好多。啊。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怎么成葡萄了呢？蓝莓，蓝莓，最近怎么没看你发展进攻呢？嗨，我最近一直在忙嘛，那。啊，人流与变性，马也会发展。这明明是流变与人性。啊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人体艺术家。我是个艺术家，而且我在准备我的绘画展。怎么样？我喜欢这幅墓地的。喝水。我发现你跟刘阿姨挺像的，都是气质不俗的女人。口味挺重嘛，追过我妈。刘阿姨倒是挺欣赏我的。这么有才华，为什么在这儿啊？这个画室又大又安静，还能养活自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跟我妈倒是挺像的。我妈啊，就像一堆绿色麻将里的一个蓝色妖姬。这叫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想过结婚的事儿吗？暂时没有。你要不介意，咱俩结一回。哎，你平常都是这么跟别人聊天的吗？怎么了？艺术家接受不了闪婚？你是保守派？你是在跟我赌我敢不敢？起码你对我有兴趣。如果你不是开玩笑的话，那就是怀孕了。你要给孩子找一个爸爸。你喜欢的刘阿姨给我留了一笔婚嫁基金，我必须有结婚证才能取出这笔婚嫁基金。我有了这笔钱，才能解决我的财政危机。这又是个烂俗梗吧？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我就不算骗你。哎，这话题有完没完了？我只说出我的诉求，当然了，你也可以提出你的诉求，比如说借我的肚子生个孩子。当然了，这对于我来说牺牲太大，我也不会答应的。你是认真的吗？
我给你倒的水。我还有画展的事要忙，就先不跟你聊了啊。古德白。山竹，这礼物怎么样？别具一格。你好，需要门票吗？门票80，学生呢？学生半价。找人呢？那免费，往那边走。好，谢谢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看你的画展啊！哎呀，真不错，风格千奇百怪的哦。那边是别的展区，我的展区在这儿。哦，从这儿到这儿，怎么样？哦，对了，我有礼物送给你。为什么是肥皂呢？因为马的屁股特别的翘，特别适合捡肥皂。这一点都不好笑，别拍了，过去。跟你开个小玩笑，这才是我送你的。我画的画，榴莲风跟马蒂斯风结合混搭，是不是很适合挂在这儿？怎么样？非常的别具一格，是吧？哦，它呀不能近看，你要远看才能看出它的一种荒诞。哦，不，不是，这个跟远近没有关系，是艺术感觉的问题。我知道我有天赋，小的时候他们都这么说，我听腻了。我想知道是谁说你有天赋的？你不觉得吗？一点也不，形似神不似，顶多是学了技术上的皮毛，没有灵魂。我再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。一点也不，形似神不似，顶多是学了技术上的皮毛，没有灵魂。打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是这样，对其他的事情呢，我可以马马虎虎，但是对艺术，我一直都是直言不讳的。我也是。你看你的画都什么呀？起来！啊，复合与马，人骑马，马骑人，你就是个二流艺术家，内心肮脏，